有关这个金华城的弊案，郭文泰收押时间，这个月初5就到期了。台北地检署申请继续来收押，早起是开庭，郭文泰双手铐手铐，到法院来出庭。啊，一大阵的小草小草的支持者，嘛到法院的外口提票语、提机啊，要求都要释放着郭文泰。警方是野牌要求解散。外界评估已经有3个被告方冤押，加上郭文泰的前秘书柯志如方通缉，这拢对郭文泰真不利。民众都主席郭文泰双手铐条咧，行入北检，顶半身炸条咧，看袂到伊的表情。伫看守所关闭2个月，郭文泰羁押期伫7月届满，原定10月31冤押庭，因为风台影响延1天。因为前几名在押被告应晓微心庆经潘振兴等人，拢被法院裁定冤押2个月。加上郭文泰的前秘书柯志如，到目前为止依然伫日本被通缉，这拢有可能影响最后的结果。虽然风台过境透早议员有号，毋过这小草议员到北检举旗啊、甲票语支持郭文泰。我们当然希望赶快把柯主席放出来，然后还柯主席清白。相信他的清白，绝对可以顺利的迎接他回来，他不会再被严押。警方嘛出动差不多30个警力伫大门口做防范，避免冲突的发生。就算今日伫对面进行都徛一排，共款违反着集会游行法，警方依法举牌的警告。我们将跟你第一次举牌，跟你们认晓。警方侦办金华城案件拢无停，不过关键人物还未完全的约谈。现阶段北检要拼冤押郭文泰，用时间换空间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